每日讀經與主同行。馬可福音第13章，關於末世嘅預兆，耶穌有咩嘅教訓呢？馬可福音第13章，耶穌從殿裏出來的時候，有一個門徒對他說：夫子，請看，這是何等的石頭，何等的殿宇！耶穌對他說：你看見這大殿宇嗎？將來在這裏沒有一塊石頭留在石頭上，不被拆毀了。耶穌在橄欖山上對聖殿而坐，彼得、雅各、約翰和安德烈暗暗地問他說：請告訴我們，什麼時候有這些事呢？這一切事將成的時候，有什麼預兆呢？耶穌說：你們要謹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們。將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來，說我是基督，並且要迷惑許多人。你們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，不要驚慌。這些事是必須有的，只是末期還沒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國要攻打國，多處必有地震、饑荒，這都是災難的起頭。但你們要謹慎，因為人要把你們交給公會，並且你們在會堂裏要受鞭打，又為我的緣故站在諸侯與君王面前，對他們作見證。然而福音必須先傳給萬民。人把你們拉去交官的時候，不要預先思慮說什麼，到那時候賜給你們什麼話，你們就說什麼。因為說話的不是你們，乃是聖靈。弟兄要把弟兄，父親要把兒子送到死地，兒女要起來與父母為敵，害死他們。並且你們要為我的名被眾人恨惡，唯有忍耐到底的，必然得救。你們看見那行毀壞可憎的，站在不當站的地方，讀這經的人需要會意。那時在猶太的，應當逃到山上；在房上的，不要下來，也不要進去拿家裏的東西；在田裏的，也不要回去取衣裳。當那些日子，懷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禍了。你們應當祈求，叫這些事不在冬天臨到，因為在那些日子必有災難。自從神創造萬物直到如今，並沒有這樣的災難，後來也必沒有。若不是主減少那日子，凡有血氣的，總沒有一個得救的。只是為主的選民，他將那日子減少了。那時若有人對你們說：看啊，基督在這裏，或說基督在那裏，你們不要信，因為假基督、假先知將要起來，顯神蹟奇事。倘若能行，就把選民迷惑了。你們要謹慎，看啊，凡事我都預先告訴你們了。在那些日子，那災難以後，日頭要變黑了，月亮也不放光，眾星要從天上墜落，天勢都要震動。那時，他們要看見人子有大能力、大榮耀、駕雲降臨。他要差遣天使，把他的選民從四方、從地極直到天邊，都招聚了來。你們可以從無花果樹學個比方，當樹枝發亂長葉的時候，你們就知道夏天近了。這樣，你們幾時看見這些事成就，也該知道人子近了，正在門口了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這世代還沒有過去，這些事都要成就。
天地要廢去，我的話卻不能廢去。但那日子那時辰，沒有人知道，連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有父知道。你們要謹慎，警醒祈禱，因為你們不曉得那日期幾時來到。這是正如一個人離開本家，寄居外邦，把權柄交給僕人，分派各人做當做的工，又吩咐看門的警城。所以你們要警醒，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什麼時候來，或晚上，或半夜，或雞叫，或早晨。恐怕他忽然來到，看見你們睡着了。我對你們所說的話，也是對眾人說，要警醒。經文讀畢。論到末世，耶穌教訓嘅重點係要門徒謹慎同埋警醒。謹慎原文字根嘅意思即係睇下咁樣，謹慎就係留心去睇，並且要小心分辨同埋防備。喺咩事上邊謹慎呢？第一，要謹慎，免得受迷惑，因為末世會有好多異端出嚟，宣稱佢哋係基督，咁好多人會因此受迷惑。第二方面要謹慎，唔好因為爭戰災難嘅出現而驚慌。第三方面要謹慎，因為末世時人要逼迫跟隨主嘅人，但係聖靈會俾信徒能力同埋言語去為主作見證，在苦難中將福音傳給萬民。只要忍耐到底，必然得救。在苦難之後，主必喺榮耀之中降臨。最後要謹慎，留心主再來嘅兆頭，常作準備，因為那日子那時辰，我哋唔知道。第二方面係要警醒，警醒就係保持警覺，唔好瞓咗覺。我哋喺祈禱之中警醒，喺神分派嘅工作上邊要警醒。請一齊嘅祈禱。主耶穌啊，喺充滿迷惑同苦難嘅末世時代，教導教會要有謹慎同警醒嘅心，趁着白日多作主工，努力嘅將福音傳給萬民。阿門。讀經就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次再見。